主后2024年8月12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甲上帝主的现形予伊。圣经，咱做伙来听读历代志上卷29章第10节到30节。大卫伫全会众的面前称赞上主，讲：上主，阮祖先以色列的上帝，应该受称赞，对永远到永远。上主，你至大有权能、荣光、胜利、威严，天顶地下所有的拢是你的。上主，国是你的，你至权是万有的主宰。富裕尊贵拢对你来，你嘛掌管万有。你有大权能、大气力，予人伟大强盛。阮的上帝，但愿感谢你，称赞你荣耀的名。我算什么？我的子民算什么？阮竟然会当安尼甘心奉献。万物拢对你来，阮不过用你的物献予你。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，是寄居的，甲阮的祖先共款。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，无什么愿望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阮准备遮个所有的材料，要为着你的圣名去造圣殿，遮个拢是对你来，嘛拢是你的。我的上帝，我知你监察人的心，伊爱正直，我用正直的心，甘心奉献遮个所有的物。现在我真欢喜看到你的子民伫遮，拢甘心奉献予你。上主，阮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求你予你的子民常常存即款心思意念，坚决归向你。搁求你赏赐我的囝所罗门孙权的心，彻底遵守你的诫命、教示、规例，搁用我准备的去造圣殿。大卫对全会众讲：恁着称赞上主，恁的上帝。全体会众就称赞上主，因列祖的上帝，额头跪拜上主甲王。隔日，因向上主献祭，因献烧仔祭予上主，公的牛1000只，公的绵羊1000只，细只羊仔1000只，甲奠酒祭，搁为以色列的人民献真侪祭物。迄日，因伫上主的面前啉食，非常欢喜。因第二遍设立大卫的囝所罗门做王，伫上主面前甲伊抹油做王，搁用油抹撒督做祭司。所罗门就坐上主所赏赐的王位，续接伊的老爸大卫做王，伊事事顺利，以色列人民拢归顺伊。所有的领袖甲勇士，连大卫王拢总的囝儿，嘛拢顺服所罗门王。上主予所罗门伫以色列人民的面前受尊做大，予伊有国王的威严，超过以色列以前所有的王。亚西的囝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，伊做王统治以色列共40年，伫希伯伦7年，伫耶路撒冷33年。伊享受荣华富贵，食长贺寿。伊的囝所罗门续接伊做王。大卫王一生的事迹，拢记载伫先见撒母耳、先知拿单以及先见迦得的册。这个册嘛记载伊安怎治理国政，甲伊的成就，搁记载伊甲以色列以及四围国家所经历的事。甲上帝主的现形予伊。
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，有一组候选人提出甲国家兴互理的竞选口号，希望即句诉求公平正义的口号，激起年轻世代对顶一代阶级斗争的反感，对安尼互家己诚侪新世代的政治米塞亚。但所谓甲国家兴互理，就会当解决问题是无？敢袂产生另外一种被批判的阶级？而且国家是谁的？你是倒一个你？提出口号的人避谈的这个问题，值得再思。若照台笔所讲，我算甚物？我的子民算甚物？阮竟然会当安尼甘心奉献，万物拢对你来，阮不过用你的物献行互你。历代志上卷29章14节，甲国家兴互你，即句话的人的你，应该改做上帝的你才对。重点为着，才会当行搁较长远。尤其当人期待拥有能力、荣耀、光辉、威严、富贵、财宝、力量、权柄，搁尽力追求的时，应该先变清楚重点才对。究竟是拥有顶面所讲的运势重要呢？还是明白这个运势的源头是搁较重要？台笔真清楚答案是后者，因为安尼台笔讲出伊的废墟之言，这个拢是对你来，嘛拢是你的。我用正直的心，甘心奉献这个所有的物。伊希望人民清楚明白这一点，尤其是即将承接使命的所罗门，搁较爱清楚天顶地下所有的拢源自上主，伊是万物的主宰，也是世间人的君王。人实在袂当骄傲讲家己拥有甚物，也是献互上主甚物，因为一切拢是伊的。咱的奉献也只不过是甲属于伊的献行互伊若定。台笔知影伊实在袂当献互上主甚物，在伫伊真清楚家己是甚物款的人。台笔坦言，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，是寄居的，甲阮的祖先共款。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，无甚物愿望。伊真清楚，人的一生只是永恒之中的影。人对世间万物并无所有权，只有管理权。因为安尼，人应该关注的毋是会当拥有偌济，反倒当是在伫敢有好好把握资源，搁妥善运用。台笔甚至认为，这也是上主试验甲检验人的心的一部分。近年来，武汉新冠疫情冲击真侪人的经济甲生活，也互真侪教会、福音机构甲社福机构的奉献收入含财务受到影响。对大多数的人来讲，现金流减少物价坐起，支出较侪收入无够用，用要变做是常态。若加上社会个人化甲少子化，安怎营运已经诚侪迫切的课题。要安怎好好规划运用上主赏赐的资源，搁袂致到落入追求马门金钱的处境，实在是今仔日教会不可忽视的课题。需要正牧长冷静思考应用之道。今仔日的经文，互咱一个提醒：咱毋是万物的拥有者，敢若是管理者。既
既然是安尼，咱就必须谨慎管理，以便让咱的上主高效。默想，我是毋是善用上主所赐的恩典，搁甲属地主的现行予伊？我是毋是善用上主所赐的恩典，搁甲属地主的现行予伊？上主，你是永恒的君王，万美的主宰，求你予我深刻明白拥有的意义，赐智慧予我会当充分管理、运用每一种恩赐，予一切荣耀拢归伫你。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